看社会新闻，用火鸡爱洗字伫桃园杨梅有一间机车行，昨差不多昨暝8点外，有这个西亚伫洗乌托派时呢，因为操作无细致，所引起大火，好现场的人拢惊到。到底是安怎？做伙来看卖。特殊的药剂去清洗车台，然后边烘干边洗车台，然后当下就是不小心碰到了，引发了火势。然后当下就赶快拿起了灭火器灭火。这个机场的头家是讲，有过西亚伫洗乌托派时，伫七个时阵，因为个人的疏失，有人拿这个飞机来伫喷，讲要航火打，结果呢，去喷到前结节，前结节就咧导火，加在呢，这个赶紧用这个灭火器将火拍花，无造成人员受伤，当然也加强员工的教养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